以關咗佢啦，或者去教會咁樣我哋可以咧專心去敬拜啦。咁而家你哋可以先安靜心靈啦，去準備敬拜神。2026年4月26日主日崇拜現在正式開始，請大家一同起立。請聽我讀出宣召：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，就是拯救我們的神，是應當稱頌的。姊妹早晨。不如我哋一齊起身先好冇？可以同隔離嘅弟兄姊妹咧打下招呼先，用下眼神。打下眼。你好嘛？你好嘛？你好嘛？我哋好開心喎！返到神嘅殿裏面咧，向住呢位愛我哋又創造天地萬物嘅主咧，我哋覺得肅然起敬啊！即刻咧要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讚美主。跟住我哋一齊哈利路亞嘛，1、2、3，哈利路亞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這裡有榮耀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這裡有一直永留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這裡有我們自由。敬拜生命中所擁有，永恆的主你在這裡。你是起初的我和你，死在現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，阿神萬古，羔羊被了老去。
是在永在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一直荣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光与自由。敬拜神应有众水永乐，永活的主力在这里。你是起初的，幕后的，现在正在永在的主。相信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风雨的人头，荣光照耀，万国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，荣耀前行，现在永在的主。你是起初的，幕后的，现在永在的主。相信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风雨的人头，荣光照耀，万国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，荣耀前行，现在永在的主。现在永在的主。永在的君王。拍手掌，讚美我哋。雖然呢啲歌詞都點要啊？呢啲阿展長，呢邊有，嗰度冇呢邊。好感恩啊！即係我哋呢首歌咧，都依然唱到嗰種敬拜讚美嘅聲音。喺詩篇23篇4節咁話：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你與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當一切都暗淡了，當一切都變壞了，你繼續在全地作王，信念令你去揀。當一切都塌下了，當一切都有病了，你照舊護航在我旁，你伴着我走過。你一直喺身邊，伴住我哋走過，遇到咩困難嘅時候，身邊嘅嘢都暗淡、塌下、變壞，甚至覺得有病嘅時候，我哋依然咧望住你，望住呢位創始成終嘅耶穌，因為只可以依靠你，每一去帶住我哋。我都嘗試喺呢段安靜嘅時間去同你去交談，再一次交談，有讚美嘅我哋去升下呢個讚美你。多謝你嘅神，因為你不斷嘅去話俾我哋聽，唔使驚，不斷話俾我哋聽，有你就夠。但我哋太過貪心，希望得到更加多，先至製造到咁多嘅煩惱，咁多嘅憂慮。明天嘅事，明天先至憂慮，就理解我哋，因為一切事情，神你已經交託俾我哋。我哋再唱嘅時候咧，都懷住感恩嘅心去唱。一切都暗淡了，當一切都變壞了，你繼續在全地作王，信念令你去揀，當一切都塌下了，
你能變改，絕望內境況。我盼望是榮耀我，神為到你為我走，患難內走過，我必在窮途處處迎路曙光。當一切都暗淡了，當一切都變壞了，你繼續在全地作王，信念並未退減。當一切都塌下了，當一切都有病了，你照舊護航在我旁，你陪着我走過，神為到你，神為到你能變改，絕望內境況。我盼望是榮耀我，神為到你為我走，患難內走過，我必在窮途處處迎路曙光。當一切都暗淡了，當一切都變壞了，你繼續在全地作王，信念並未退減。當一切都塌下了，當一切都有病了，你照舊護航在我旁，你着我走過。羅馬書12章1節咁話：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。你們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。求神俾我哋有聖潔嘅生命，讓我哋喺呢一刻都將我哋嘅罪再一次交俾神，求神嚟洗淨我哋嘅罪，讓我哋有好嘅生命去見證你，將你嘅榮耀。我將自己完全獻上，毫無保留放在你腳前，所有的悔恨，一切的掙扎，無論苦與難，都交託給你。過去的事，將來的事，還有那沒有實現的夢想，我所有希望，我所有計劃，全人也全心都交託給你。主，我獻上生命給你，用我一切經歷來榮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獻上一生給你，願我讚美神蹟，能成為獻香活祭。我獻上生命給你。我一齊試下。我將自己完全獻上，毫無保留放在你的腳前，所有的悔恨，一切的掙扎，無論苦與樂，都交託給你。過去的事，將來的事，還有那沒有實現的夢想，我所有希望，我所有計劃，全份和全心都交託給你。
主，我獻上生命給你，用我一切經歷，來榮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獻上一生給你，願我讚美神蹟，能成為馨香活祭。我獻上生命給你。我有一段安靜嘅時間，去喺神面前去再一次立志，願我哋每一日都配得神你兒女嘅名分，唔會羞辱神你自己嘅名字，讓我哋每一日都係保持聖潔。讓我哋每一日都開我哋嘅耳朵聽你嘅聲音，開我哋嘅眼見到你嘅方向，見到你嘅光，帶領我哋喺無論喺教會喺生活裏面都係去做一個鹽做個光嘅生活。神你已經為我哋一次嘅救贖，依家落嚟嘅生命。我哋就要成為活祭去回應你，獻上俾你，成為馨香，成為芬芳，成為有用嘅器皿。求你使用我哋每日，透過交託係完全。我哋一齊慢慢起立，去將呢首歌嚟立志去獻上我哋嘅生命俾主。將自己完全獻上，毫無保留放在你的腳前，所有的悔恨，一切的掙扎，無論苦與樂，都交託給你。過去的事，將來的事，還有那沒有實現的夢想，我所有希望，我所有計劃，全人和全心都交託給你。主，我獻上生命給你，用我一切經歷，來榮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獻上一生給你，願我讚美神蹟。主，我獻上我的主，我獻上生命給你，用我一切經歷，來榮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獻上一生給你，願我讚美神蹟，能成為馨香活祭。我獻上生命給你。原來神都悅納我哋眾人咧美妙嘅通識。咁咧，我哋而家有禱告嘅時間，請大家一齊低頭禱告。昔在今在，以後永在，聖潔公義嘅三一真神，我哋感謝你。列國萬邦都要尊崇你。我哋咧今日在你面前獻上衷心嘅敬拜。感謝你去愛我哋，賜下你嘅獨生愛子耶穌基督，為我哋去犧牲，讓我哋可以喺罪惡捆綁中可以釋放出嚟。主啊，今日我哋咧係可以係成為神你嘅兒女，傳賜你自己嘅恩典。主啊，求你咧幫助我哋，
過聖潔嘅生活，唔好辜負你自己嗰份嘅大恩。仲有今天我哋嚟到敬拜嘅時候，我哋一息間會有聽到嘅時候，求你開我哋嘅耳朵，亦都打開我哋嘅心，讓聖靈透過高傳道嘅口親自嚟到對我哋去心靈去説話。主啊，又賜俾我哋有柔軟順服嘅心，讓我哋聽到行道，唔抗拒你自己聖靈嘅感動。主啊，願你咧嘅大能，願你聖靈與我哋同在，悅納我哋今日整項嘅崇拜，掌管我哋嘅心，掌管我哋嘅整個嘅時間。感謝你垂聽禱告，呢個奉靠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。好，請大家請坐。